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今仔日咱是要来上课呢。即阮台语学啊袂好，搁要来学什物语义啊？这叫做什物阿兰哦？阿兰话。阿兰话有人会晓讲无？你看我后壁这吼，有人会晓读文吼。听讲这是亚述对无？亚述啊，亚述的阿兰话的文字化。哦，所以是阿兰话啦，有那算是阿兰话。而且这为虾米遮尔特别？因为耶稣讲的就是阿兰话哦。有人知影无？有圣经对几个所在有用着阿兰话的，有写出来吼。看倒一个群众朋友足厉害的吼，会当马上甲咱讲吼。来老师后壁的即个会堂，即个嘛足特别的，因为伫迄听讲伫咱即阵是阁是伫土耳其对无？土耳其内面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这无简单。伊真悬，若像咧咱咧控油安尼啦，迄砖啊，愈贴愈油，愈贴愈尖，像变一个尖石。咱咧控油毋是拢安尼贴图案啊嘛？对，安尼等下吼，老师阁有影片哦，伫后壁爱看到后壁，当听着吼，有人用即个阿兰话对无？用即个阿兰话唱歌吼。朱德文，朱为基德文，真厉害。所以咱一定爱斟酌来听到看到后壁。咱今仔日要来参观的所在叫做，参顶礼拜有一点仔关系对无？加碧列的修道院。咱前礼拜讲的是咧讲叫做另外一个马尔丁的边仔的修道院。今仔日讲的是米利亚特边仔的修道院。咱今仔日讲的是加碧列的修道院。所以就是为顶礼拜遮行到遮，差不多点外钟对无？咱前礼拜讲的是哈拿尼亚。哈拿尼亚，来走来遮，就是讲。这个叫做 Gabriel， 就是加百列，加碧列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有啥物特别的啊？你会看。这个修道院真久啊，伊伫差不多4度的时阵啊。看伊的这个大门顶悬有写字的。有写字，迄就是阿兰语啦，亚兰语啦。这就是阿兰语。阿兰文字。因遮全部拢是，甚至礼拜时也是用阿兰话咧讲。这有厉害哦。唱歌。所以你若想要听耶稣迄阵讲的话吼，你一定爱去这个所在来斟酌听对无？耶稣安怎甲你讲出基督文的？所以听讲即个教会互人讲啥物？第二个耶路撒冷。因为第二个耶路撒冷是因为较早因咧建堂的迄阵，遮米利亚特即个城市全部拢是基督徒啦。可见4度来遮传道一定足济啦吼。所以大家拢变基督徒，毋过今仔日煞变基督徒拢互人赶走啊。因为土耳其有一个恐怖的政治，讲甲伊无共款的，拢要甲杀死。所以咱较早有讲过亚美尼亚有无？互人要灭族。但是伫即个所在亚述遮的人土耳其的人分袂清啦，分袂清是亚美尼亚的人还是亚述人，因为因拢是基督教的，那信基督教的，伊就总台就对了。所以目前是拢穆斯林的天下。毋过伊保留一间基督教的即个修道的，实在无简单啦。是哦。保留的2000栋。2000栋，所以伊是伫主后300到伊397年，然后伊原来的迄个主旨是拜火教啦，拜火教因为波斯嘛，波斯因的宗教就是拜火教，伫拜火教的庙寺的顶悬起的。所以伊
就是讲因为听讲吼，足侪人要去参观啊吼，所以毋甘甲伊用掉对吧？因为会当有收入，袂歹诶收入，所以因就甲即个教堂吼，甲伊保留起来。咱会当看到教堂宾馆吼，听讲即个门口诶两只什物狮两啊，只狮吼，你看铁门诶较有狮啊，但是狮吼，狮伫因诶内底足侪所在拢有即款诶像啦。为什么因拢做爱狮啊呢？因为吼，听讲较早有两只狮伫即个所在顾即个，因为足久嘛，300几冬就已经起好啊。啊，后来年代真久，有一段时间无煮到，无煮到，就是讲无人伫遮管，啊，无人伫遮管，就有迄个歹人啊，还是讲来遮破坏，还是来遮耍断啊，无要保护即间修道院啊，所以迄阵吼，就有两只狮仔住伫内底。什么人入去，当然伊会甲加，所以无人敢活去。两只狮就秘伫内底，拢无人敢活去。啊，直到有主教来诶时吼，迄两只狮就无去啊。所以有人讲，迄就是上帝派来诶天使啦，为着要顾即间修道院啦。有道理哦，咱会当想着讲，进前嘛有迄个但以理对无？伊嘛是会去。但伊圣经有讲有一个，有一段记载是安尼讲诶吼，讲亚述毋是甲北国诶以色列灭掉，就是撒玛利亚，互亚述甲伊灭掉，啊灭掉以后，因诶人就互掠去亚述每一个城市，逐位诶城市拢甲等一寡伫遐。但是因就是讲以色列诶人去伫遐生活诶是犹阁毋拜上帝，啊，所以有几个人互狮个加死，这是对外邦人诶喙讲诶。因为因着去报告王啊，讲因吼虽然拢掠来遮，抑阁毋拜因诶耶和华，结果有狮加死几个人，因就是安尼讲诶。所以讲即个狮伫即个所在有狮仔即款诶传说，有影是真正常哦。原来所以是皇帝世地，听讲有大千几个人，拢是就是一代一代诶教会内底像主教啦，还是讲较重要诶人物啦。你有看即个拄则老师讲诶，即个吼，拢做高对无？即个墙。因要做谦卑啦，讲因要占小小诶所在就好，所以真谦卑，讲因要带点下骹的上下骹都会使，毋免安尼足请呀，一个网啊用较大诶，因无爱安尼。OK，所以拢做伙。就咧讲一个耶稣，耶稣互人称是，因为耶稣有一天有那是，虽然伊甲以色列灭掉。毋过有一天有那是互别人甲灭掉啊！吼，咱看个奥斯曼迄阵咱政界啊有讲着迄个亚美尼亚，互人要灭族诶代志，咱先煞讲迄个代志啦。因为因咧杀亚美尼亚人诶时阵吼，因分袂清亚述人是啥人，因为迄人拢共款，迄面拢共款，啊，拢是信基督教诶。信耶稣因咧穆斯林就无爱啊，所以就顺续所有诶信基督教拢带，所以伫遮亚述诶人又想要反抗，但是无法度啦，伊无法度抵挡迄个土耳其迄阵诶正规军来就无法度，所以就共款就互人拍散去，就离开即个城市啊。所以遮吼讲。足侪诶人去互杀死啊吼，就佮敢若留啥物有灵人留落拢做奴隶啦，所以基督徒伫迄个时阵真可怜啦。迄阵拢是奴隶，听讲有六个毋过因有爱坚持拜因诶上帝，拜伊诶耶和华上帝，这是无简单诶哦。真正诶信仰较有法度做到诶吼。
若是假的，可能就是我会是投降好啊吼，性命较要紧。所以你看这足侪虫啊，这可能较少看到。你大部分伫欧洲，研究啊，你看拢共款吼，虽然壁真高，因若是迄床啊贴甲足清洁、足水诶。迄拢毋是彩色哦，迄床啊贴出来。是，这跟欧洲无啥共，欧洲诶教堂拢画红啊，画甲足水吼。较薄啦，较无安尼贴这一大堆吼，这歹贴诶哦，真是。来遮是一个要去另外迄个所在诶。走廊啊，算做走廊，长长诶走廊啊，细钢筋啊。这应该米兰遮吼，可能遐热诶款，米兰遮足凉啊，可能是安尼，真是，所以爱去较高诶，才袂去互人用歹去安尼。所以咱讲着这个啥物，拄则有讲。咱来读圣经啊，我讲诶故事，其圣经读诶就会晓啊。咱来读圣经哦，列王记17章第6到第7节。何西阿第9年，亚述王出撒玛利亚，掠以色列人到亚述。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因的上帝。来25节讲，因起头徛伫遐的时，无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互狮仔入因中间，打死几若人。这两段圣经咱来看，我当时讲过，因互人掠去遐，抑个毋拜因的耶和华上帝。这口气是别人讲的啊，迄报告国王讲，因互足侪人互狮仔咬死，因为因抑个毋爱拜因的上帝，是安尼讲的。毋过迄个时代你看南国虽然北国以色列人灭无啦，南国就是犹大抑个剩2个支派嘛抑未互灭。毋过南国迄个国王嗰个希西家。伊做国王诶时就恢复就是讲敬拜耶和华足认真啦，用所有诶山头弹啦，还是讲拜偶像诶啦，拢总甲伊除掉。干那独一诶真神耶和华爱拜，所以耶和华就帮赞伊。安怎帮赞？你看在圣经咱看，列王记19章3-5节，你看，因为亚述人想讲，我遐尼简单咧，甲北国诶以色列10个支派拢甲灭掉。我即摆要来耶路撒冷，甲村诶犹太人拢甲灭无。就带185000诶兵啦，185000诶兵真济要围攻耶路撒冷。迄暝安怎？你看迄暝耶和华诶使者出去。伫亚述营中来拍死185000人，到天光早起来时，看拢是死诶身尸。伊亚述王带来185000个兵总死诶，总死要安怎相战？就走转去，伊就互杀死啊！亚述国就无去啊。观众朋友若毋知耶和华就是上帝名所以呢，你若想要战争诶啥物得胜对吧？敬拜耶和华伊就要帮助你，安尼啦，安尼简单毋免怕拢毋免惊对吧？你困一醒起来，你诶敌人拢总死了啊！这真正有厉害呢你毋免你出啥物力所以咱讲到即个即个国家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叫做四季节。因为为虾米讲伊足特别咧？因为即个四季节，老师讲伊会当360度转。你无论去东边、西边、南边、北边，看拢共款，拢会当看到四季节。你看伊有日体，另外中个插一支，所以你若另外一个方向看过来，有哪是四季节？这厉害，无怪足侪人要来遮看看四季节安尼，安尼就是真特别的一个，而且是一回教的国家360度。来即个修道院，佫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顶悬即个即个厝顶，你看因厝顶，
哦，厝顶就像是，厝顶的砖仔排列吼，嘿，真水吼！你看这，伊就是，听讲这真歹摆诶，这是用砖啊，这毋是用漆诶，对无？对，砖啊，遐用砖仔排起来，甲起起来。迄真正是真济工伫内面啊吼，就是即文诶人可能无法度，足久较有法度做安尼。啊来，咱就讲着耶稣迄阵讲诶哦，像讲诶阿迄因迄兰话阵诶吼，方言对无？像咱即文咧讲台语安尼对无？对，即个语言哦，保存3000冬啦，真正有久吼。是，所以就是讲伊足早吼，诶，哦，足少啦，足少有保存遐尔济当诶。遐尼久还阁伫咧。啊，圣经旧约圣经有2本，大部分拢是用这写诶吼。以斯拉记咧，啊，甲但以理书，即2本册吼，内底大部分拢是阿兰话。较有人摇着诶吼，即个就是咧讲迄个，就是你介绍即个教堂诶历史啊吼，故事啦吼。故事，有人会晓读诶啊，无？另外迄就是讲伊建即间教堂诶经过。是，所以你若有兴趣诶人会当去所以来。顶讲有一个397年，397年诶时有期啊，写另外一边。397，所以这真歹认班吼，你看这画几啊个长长，你想要画图，好，所以咱就讲到3种语言对无？咱因为足济人拢分解袂清啦，讲阿兰话啊、叙利亚话啊、希伯来话是要安怎去分别的？哦，其实哦，阿兰话就是伫耶稣以前第9到第6世纪，迄个就拢通行伫迄个两河流域啦，迄个所在。哦，尤其巴比伦波斯就是两河流域的所在嘛，伊是款官方，就是做官的人官方咧用的语言，哦，也是等于即摆的英文共款啦，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啦。伫耶稣生活家己伫甲犹太的地区呢，因平常的生活有哪是讲阿兰话啦。但是希伯来话伫当时吼是算礼拜用语，也是讲读圣经用语，因为旧约圣经大部分拢是希伯来文写的。哦，因有哪有因来读册人拢是知影希伯来文啦，有哪有啦，但是少人咧讲，毋是口头咧讲的白话字哦。哦，学者的话啦。啊，叙利亚呢？叙利亚的。其实阿兰话就是叙利亚的话，啊，叙利亚即摆咱有一个叙利亚，因为伊个阿兰的话做有系统的文字化，所以咱即摆看到的字，就是会当讲叙利亚的字，但是因呢就是阿兰话，也是阿兰字的意思。是，这就是咱拄则讲的吼，所以耶稣，咱有人写落来无？耶稣有讲过阿兰话。伫新约圣经有嘛吼，咱有看到。特别，因为什么特别爱甲伊个原来话记录？因为安尼甲逼真就对啦吼。啊，耶稣安尼讲，你毋免去烦啦吼。马可福音第5章41节，无啦，伫即个故事啊，伊头前是咧讲一个管会堂诶，因查某囝破病死去啊。就来拜托耶稣去甲伊，有人就甲耶稣讲啊，无效啦，已经死啊，无效。耶稣讲无，伊咧困尔。耶稣就真正去迄个管会堂诶因兜，要看迄个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12岁吼。耶稣就看迄个囡仔诶手，甲伊讲，伊就是用阿兰话讲诶。伊讲啊，你苦命。阿兰话意思就是讲，查某囡仔，我叫你起来，就是迄个意思。若用阿兰话讲，叫做塔利塔库米。圣经就直接甲阿兰话写出来吼。表示迄真正是耶稣讲诶啦吼。
第二段圣经是27章46节，是吉嘅顶悬。所伫咧第12届伫咧过身的时阵，差不多3点，下晡3点，耶稣大声嚎叫，因为伊真疼哈。伊讲艾利，勒马撒巴哈安尼，伊就讲上帝啊，你为啥事来帮杀我？艾利就是上帝，勒马撒巴阿尼。是，所以，因遮的教堂教即文佫用迄个阿兰话哩祈祷，用耶稣讲的话就对啊。是，这无简单哦，就是讲保存即个。保存迄个语言，文化，因为文化是伫语言内底，语言若无去，文化就消失，就无去啊。像台湾话若是无人讲，台湾就无去啊。台湾的所有的文化啦，还是讲伊的特色，就完全拢无去啊。所以伊伫即个所在个，互因保存落来这是上帝较有法度做到的，对无？无人像迄可能人就甲物件拢烧掉啊，对无？就拢无法度啊咱即文来看老师录的哦。伊做侪国家的国旗伊遐拢伫顶悬。是来参观的嘛？是一个国家。伊个装啊是真特别，毋是红色嘛，毋是蓝色。迄自然的色地尔，无迄个彩色。这是袂当凊彩入来的天气。是虾可爱，伊这是足痛苦的，伊去用定伫遮，有时啊，为了听古水，这个是洗手的。坐伫遮住的，所以这拄则我的后壁这两个人就是起即间，起教会迄两个。这个是另外一个教堂，就是咱拄仔讲的这个。对。顶悬，都无啥共。顶悬有一工迄个钢线的工业。这是什么？电的。模型，设计的模型。是，还佫有最后的。最后晚餐，因为最后晚餐是选择安尼。这应该伫石灰，毋是砖啊，伊是石灰的。石灰，石头夹起来。这是这栋。这礼拜是爱拍开哦，无礼拜是爱关嘞。哦，第一届看到这呢吼，礼拜才通拍开。用这个度吼来做隔开的。أبون بشمعيو نفخداش شموخ
تيثي ملكوثوخ نهوي صبيونوخ أي كانود بشمايوف برعو هبلان لحمو 这个是导游，你比较这样笑。我觉得应该是关会堂的。 واشبق لان حوبن وحطوهين أي كانوا دوف حنان شباقان حيوبين لو تعلان نسيونو لو فاصولان من بيشو ميطول ديلوخي ملكوثو حيلو تشبحتو العالم علمين آمين أبون بشمايو نفقاداش شموخ تيثي ملكوثوخ نهوي صبيونوخ أي كانود بشمايوف برعو هبلان لحمو تسنقونين يومونو واشبق لان حوبن وحطوهين أي كانوا دوف حنان شباقان حيوبين لو تعلان نسيونو لو فاصولان من بيشو ميطول ديلوخي ملكوثو حيلو تشبحتو العالم علمين آمين 厉害，我先啊，互伊一个哈。多谢老师甲咱介绍，遮尔甲咱翕吼，阁会当听到即个阿兰的话，真厉害，真欢喜吼！今仔日会当讲到足侪耶稣时代的代志哦，所以你若捌看过吼，欢迎你到附近的教会来听耶稣的故事，因为伊听每一个人，对无？伊嘛做愿意吼。来帮助你，就是伫即个人讲庆祝什么圣诞节吼，圣诞其实就是庆祝耶稣的生日啦。是。所以咱后礼拜阁要继续，讲嘛是伫土耳其对无？要讲什么？咱来讲后礼拜讲一个李思和。是。记哩同一个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1:10，搁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来看到这个人，甲家己起一个赞哦！多谢老师。